台积电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，讲中国南京厂的 VEU 授权今年12月31日撤销，代表讲未来呢进口美国设备拢爱单独申请许可。针对这部分，咱的经济部长龚玉鑫今日就表示，初步评估袂影响到台湾整体产业的竞争力。那台股伫今仔日呢收伫咧24100点，起83点。台股拜三开盘小可波动，早盘嘛是收24000点关卡。台积电股价上至85块，好佳在后来尾盘入场，台股起势扩大，中场加权指数以24100点做收，起83点。台积电是收8盘价，1160块，主要就是受到美国政府宣布会撤销台积电南京厂的合约，连带影响市场信心。美中的一个科技战，事实上它的一个任何的一个措施，还是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供应链。台积电表示，当地接到美国政府通知，台积电南京厂目前的验证后最终用途VEU 授权，会伫2025年12月31撤销。公司当日评估，佮采取适当应用措施。事实上，台积电伫中国有上港厂甲南京厂。南京厂主要是生产16至12纳米制零晶片，一个月产能6万片；28至22纳米制程，一个月产能4万片，拢是以车用晶片等特殊制程为主。也毋过因为具备先进制程，才会因为美中贸易战所受到冲击。台积电的南京厂占它整个产能大概只有3%，相对来讲，台积电受到的影响反而是比较轻的了哈。那对我们整体的国家的这个半导体的竞争力，大概影响也会有限。工商业总会理事长吴东亮是讲，国际情势不安的时阵，建议电价上加基本工资拢卖起，政府也爱有配套，才会当疏解团产的压力。如果台积电不亏钱，这个是电价可以动涨。那工资方面呢，当然有很多的压力了哈。那最好是不要涨，如果要涨，希望是不要涨太多了。经济部发声明强调，美国取消台积电南京厂的 VEU 资格，代表未来进口每台美国设备，拢爱单独申请许可，也就是为原本绿色通道模式，回归到答案审批模式。根据了解，美国也宣布取消两间韩国公司 VEU。包括三种加海力士，所以并不是针对特定厂商，呼吁国内业者爱强化出口管制的发展作为。佮评估台积电南京厂整体产能，只大约3%，无影响台湾整体产业竞争力。未来会继续甲美国参单国业者保持密切联系，将按上新状况佮提供协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